自2024年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莫互错误决定造成遗憾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18章第1节到19章第3节。约沙法有真侪财富，佮真受尊敬。伊甲以色列王亚哈结亲。过几若年，伊就去撒玛利亚拜访亚哈，为着伊甲伊的军队杀真侪牛羊，说互伊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。以色列王亚哈对犹大王约沙法讲：“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拉末无？”约沙法应讲：“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要甲你做伙去交战。”约沙法佮对以色列王讲：“请你先问上主的意思。”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400人，问因讲：“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毋通？”因应讲通去攻打，上帝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约沙法讲：“这减无阁有上主的先知，互咱通问。”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：“还有一个人是임拉的囝米该雅，咱通对伊请问上主。毋过我怨恨伊，因为伊对我讲的预言无一项好，常常只有讲灾祸。”约沙法讲：“请王毋通安尼讲。”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：“你赶紧去叫임拉的囝米该雅来。”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谷场穿礼服，坐伫因的宝座，所有的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。基拿那的囝西底家做铁的甲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你要用这个铁甲搭叙利亚人，搭甲因拢消灭。”所有的先知拢安尼预言讲，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一定得胜。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迄个去叫米该雅的使者甲伊讲：“你看，所有的先知拢对王讲好话，请你嘛甲因相款讲好话。”米该雅讲：“我去永活的上主咒詛，我的上帝讲甚物，我就对王讲甚物。”米该雅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讲：“米该雅，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拉末，还是毋通？”伊应讲：“好啊，做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这城会交伫恁的手。”王对伊讲：“我着叫你咒詛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”米该雅讲：“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，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：这个人无主人，逐个人通平安倒去因兜。”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“我减无甲你讲，这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祸。”米该雅继续讲：“所以着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上主讲：什么人要引诱以色列王亚哈，互伊去基列的拉末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”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“我去甲伊引诱。”上主问伊讲：“
你要安怎甲引诱？伊应讲：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个先知讲白贼。上主讲：你甲伊引诱，一定会成功。你去照安尼做。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这个先知的喙。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互你。基拿那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献米该亚的喙皮，讲：上主的神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亚讲：你去秘伫密房，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：将米该亚掠起来，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。甲因讲：王交代将即个人关落家，互伊一屑仔饼甲水就好，听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亚讲：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。佮讲：恁大家着会记得我讲的话。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拉末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，因就上阵。叙利亚王有吩咐伊的战车长讲：毋通甲因的士兵也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看到约沙法就讲：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，因就挖起要攻击伊。约沙法一个喊救命，上主就帮赞伊，上主互因离开，无过入伊。战车长一个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越走无过对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仔开弓，无拍算，射入以色列王战甲的甲蛇。王甲驶车的讲：我着重伤，紧势翻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以色列王，互伊徛伫车内面向叙利亚人，到用差不多日落的时，伊就死。犹大王约沙法平安倒去到耶路撒冷的王宫。哈拿尼的囝先见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，甲伊讲：你哪会去帮赞歹人，听怨恨上主的人？因为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会临到你。毋过你也有好的表现，你有对这个国家废除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佮坚心决意祈求上帝。莫互错误决定造成遗憾。约沙法王一生非常团结，伊捌带领人民祈求上主，直到邻国拢毋敢甲伊相抬。伊也捌穿王袍上阵，却差一屑仔死踮战场。约沙法王的人生会出现遮尔大的反差，原因在伫伊选择甲以色列王亚哈结盟。历代志下卷15章50到60讲到，上主互约沙法好业和备受尊荣，伊就掠侍奉上帝做公营。18章第1节佫讲到，当约沙法伫富强和大出名的时，甲以色列王亚哈结亲情，也因为安尼展开一段无共款的人生。当约沙法甲亚哈结亲了后，亚哈就说服伊斗阵去攻打叙利亚，夺回属以色列的拉末城。约沙法真紧就答应，毋过伊佫希望先求问上主，所以亚哈请来400位先知，因拢预言亚哈会胜利，
做事约沙法还想要知影上主的先知会回应。为着安尼，亚哈找来乌鸦嘴先知米该亚，因为伊认为米该亚甲他会讲无吉祥的话。有一句台语俗谚安尼讲：乌鸦嘴好蕊蕊，见讲见对，表示一个人讲的话虽然互人无介意听，却真实。米该亚对亚哈讲：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遮的先知的喙，上主宣布要降灾祸互你。伊有言亚哈要伫拉末战役中无命，果然应验。原来亚王要遭受灾厄，早就伫上帝计划中，只不过约沙法因为甲亚哈结盟，就卷入这场无妄之灾。虽然亚哈上阵的时，乔装做一般士兵，却难得受叙利亚兵仔随便开弓的箭所射杀。约沙法历劫归来，平安返来到耶路撒冷王宫，先见亚哈，还去见约沙法，甲伊责备：你哪会去帮赞歹人，疼怨恨上主的人？因为安尼，上主的受气会临到你。约沙法甲亚哈结亲了后，虽然伫即次的战役中逃过死劫，但是后来却因为即门亲事，导致伊的囡仔之间手足相残的灾难。这一切拢调引伫约沙法甲亚哈结亲、帮赞歹人的缘故。有一位慕道友伫退休了后，决定受洗成做基督徒，但是伫伊受洗了无偌久，身躯却遭遇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，破病爬袂起来。伊一度思考，是毋是成做基督徒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？但最后，伊对家己讲：检采这是上帝予伊的试炼，为着要予伊搁较坚定持守这份得来无容易的信仰。后来，伊的病痛经过治疗痊愈，特别向上帝表达感恩，予伊无因为身躯的软弱就放弃信仰，反倒当伫过程中，予伊的信心搁较坚定。有时阵，一个失准的选择和决定，可能就会改变人生的命运。因为安尼，伫咧每一次做决定的时，咱拢着真谨慎，免得造成遗憾。默想：我捌做过甚物决定，互家己感觉后悔？安尼的决定导致甚物款的后果呢？我捌做过甚物款的决定，互家己感觉后悔？安尼的决定导致甚物款的后果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赐予我明辨是非的心，帮助我伫咧看哪像微不足道的决定顶面，会当慎思明辨，互我所做的每一项决定，拢会当带来祝福甲平安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